接把下客家日报内里报道嘅农业片，下礼拜二来看台湾茶嘅发展。茶系中国的特产，能被透过丝路传去欧洲。清朝时嘅广东、福建的客家老祖公，即将茶带来台湾种。因为台湾的天时种茶过好，许多客家庄路变做茶乡嘅。特别日本树嘅经过政府辅导大量来种，呈现出南唐北茶过现的时期，延续到国民政府来台湾，当然茶心流行去卖去日本。不过，台湾民国82年废除为台湾省茶叶制作规则，本农民世代起家来做茶，太近的工厂如日间淹没落嘅，保留能落机器的工厂如转型做观光工厂，也算开发新嘅茶种。短短24年，如呈现台湾茶清新的时期，韩国国不中爱谈论是社会变迁来改变嘅经营方式。蒙沙烟地度茶米看起来很较清，台湾的气候冻度好，山区动物有蒙沙烟，山的茶冻有名，当重点茶区成为土种苗，还有高山地区，这啲茶早系抗日种出来的，成为新竹北部碰风茶，只系东县民的利。你像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方美人茶，就是你客家人节俭的天性所发明出来的。看到小绿的茶按危害。可以跟你共存，我冇一起持续你，我同你共荣共存。然后呢，佢用那小叶茶促然呢，也俾做出来全世界最贵的茶。你睇全世界最贵的茶，唔係高山茶哦，係你东方美人茶。开关切落去，比日本的市场机器，和那泰家4倍的太型机器，上包含有做茶面的是绿落个咖啡色茶粉。日本时代新竹关西地区有政府来退休，设动多间的茶工厂，早期系用风茶、绿茶还有日本煎茶来做外销。当日子太进了后，前后的是甚至有35间的太型工厂，当年产乌龙茶、碰风茶了都外销到日本，甚至欧美还有非洲国家。了还保留太型制茶机械的茶工厂，世界合为大长时间用机器输送带来其他大部分的人力来办，但大量的是头一年之内才制作3万公斤的茶米。经过一层一层的处理了后，这个茶米在出货之前会先包做100公斤的茶包，先到日的等进出货。我问题来，这个茶包按出按完全贴上去咯，基本利用厉害台，安尼一层一层给贴上去，贴到千高的时，效果到9层按高。不过，你也敢若系几千平仓库的一部分人，对仓库的面积，未使想象甲下的茶米出口量。不过，韩日交的按到税部政府，还拿到纳税宝贵的奖章。第二个呢，名称很多中国绿茶、绿茶、真米茶，好按用出口，你包起1公斤，好一箱呢20公斤，两只透过出口一样，20公斤啊，好3月是200包开出去，大量出口的。不过，根据近7年日毛皮利比亚市场，国家民国80年代，政府为了鼓励农民自产自销，恢复台湾省茶米制作规则。农民生产的茶米，在每个送到茶工厂制作，含有平替的茶叶面积减少，茶厂无原料，无法度大量来制作外销。国家关于市场人口增加，甚至太自做起到讲，开发超过2000公尺的太热量，用3年的天气产的高山茶，品质比平地来的较好，慢慢取代平地产的风茶、绿茶市场。经过南唐北茶安放的时代，太现的机械虽然讲包装的当好，不过种的几率渐来渐少。传到第3代的茶厂，跟那些眼镜也无一个前出路，也转型做茶米博物馆，为后代留落个200丰盛的记录。在几十年之间，台湾的茶叶就对前往都要转型，从农开发出成为碳配茶、入法茶来到特色的茶。
究竟时代变迁的速度，老茶厂还有唔限品牌的茶农，对行销还要重新来做，三万也同于新良入的故事继续传承延续。下星黄小康、刘文辉台北报道。